乡亲啊，过来这件是恐怖心惊惊。有一个妈妈伫咧网络顶 po 文章，讲伊伫咧浴巾啊洗嘴洗面，听到房间有生分的查甫人声咧叫妈妈，伊带一大条，打电话问翁婿是毋是有开机器讲话，翁婿讲无哦。所以这个妈妈怀疑是监视器防入侵，联络厂商了解状况，也毋过确认了后，讲无第三方来侵入。厂商来强调讲，因开公司6年来有150个国家来使用，从来拢无发生过骇客入侵的事件。专家是来建议着民众，若要买监视器，爱买台湾製，这较可靠、较妥当。厝内若有囡仔，为家长就拢会到监视器随时来注意家己囡仔情形。毋过，就一个妈妈伫咧网络顶po文，讲家己拄到这个情形。真了听，有一个亲像查甫人的声音，佮喊一声妈妈。这个查某网友惊一条，问上班的先生，敢有开机讲话？先生讲无啊，伊就怀疑监视器有人偷入侵，就随叫厂商处理。别个网友听到，嘛感觉有够恐怖的。厂商讲，我当时无任何人连线操作，所以无可能是有人入侵。第二叫是红影咧哭的声音，叫加快速度，或者是网络问题。强调新历6年150个使用，从来冇发生过这款代志，让妈妈无法度接受。如果是录制的，就曾经有发生过这样子的问题。那因为就是会有后门，有其他的方式入侵这台主机，然后甚至就是看到里面的影像。那所以其实我们会选择台湾制，会比较安全。那它的安全机制也比较高。专家建议民众买监视器时，会当选台湾制造，到进前设定高难度的密码，买会记得定期更新，避免看家己囡仔同时厝内物件目睭别人看了了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